對健康嘅維護主要分為預防、治療、康復3個階段，而且特別注重治未病嘅觀念。中醫典籍《黃帝內經》入邊提出養生要順應4時變化，即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傳統智慧亦都傳承至今。中醫節氣養生提倡因時制宜，調節起居、運動、飲食。例如立春養生，提倡夜臥早起，清晨做運動。夏天喺中醫指導下貼天灸，利用辛溫助陽藥物，透過經絡穴位助陽驅寒，防病治病。秋冬季節喺中醫師指導下，適當進補，改善體質，增進健康。順時養生嘅理念唔只受老一輩嘅歡迎，更加潛移默化影響年輕人。例如浙江有醫院推出網上配膏方服務，2023年嘅用戶超過一半係年輕人。曬背、天灸嘅相關話題喺社交平台嘅瀏覽量突破1億，可見中醫傳統智慧正造就養生新潮流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